阮感谢你，甲阮同在，请你进入阮的心，甲阮三结连，检查阮的欠缺，检查阮的需要，互阮伫面对试验的时阵，感受到主你甲阮支持。人生一站搁一站的艰难，软弱的阮有时无够力去面对，只有我靠主交托主，相信主会带阮行过。主啊，你是万能的神，全能的主，请你保守阮甲阮的家人，阮将所有一切全部交托予主，请主引带阮行向得胜的人生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